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2月26礼拜四开出来号码03、06、09、3139、0939吼，拢确实较冷门的号码吼。来顶一期2月26掠10粒无出牌的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2月27，淡遮提供10粒无出牌的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2、04、08、12、19、24、25、32、37、38、02、04、08、12、19、24、25、32、37、38，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